話我18歲以上就得咯。你講完佢就唔輕鬆。年齡比較大嗰啲照顧，OK，有小朋友。 40歲就高級，關你咩事啫？又唔係同你成家真係啊！想問下你依家係讀緊，啱啱中學畢業，放快。你依家讀緊，中四，等緊放榜，中六。中六放榜啦，咁都就嚟考 DSE 嘅咯喎。係啊。放榜你最驚會發生啲咩事咧？最驚就係攞唔到自己目標嘅分數，入唔到想入嘅學校。落力為你好，得不到分數。目標都係起碼10分啦。最冇信心咩科？中文。力 U 喎。咁啱嘅，我都最驚拎要。我最驚英文唔合格，驚英文又冇3，放榜前一日你會做啲咩？全日好驚咯。同朋友傾電話之後早啲瞓。會同朋友，哎呀死啦！如果聽日考得唔好點算啊？玩下放鬆下咁樣咯。relax 得㗎啦，同啲 friend 去玩咯，唔好諗咁多。打 PUBG 咯，飲奶茶食嘢。果然食咧係人類好重要嘅一環嚟嘅。睇你個樣依家都幾輕鬆啦，應該考得幾好啊！你講完佢就唔輕鬆。點解咁淡定嘅？你係已經有 offer 係手定點啊？我有報到 VTC 基礎課程文憑嘅運動咯，都收到有啲 offer。打籃球我估，排球、籃球。哇！我踢波啊，所以矮啲，so 如果考得差咁咪即係可能唔係 Band A choice 咁樣咯。因為都考完咯，哦，結果已經定。係咯，結果已經定咗，冇得改變啊嘛。哦，呢個心態幾好係啊喎，因為有啲人你知噶，哎呀死啦，唔合格點算啊？俾阿爸阿媽打。萬一同你預期嘅有少少出入或者好大出入，會點咧？你如果成績不如理想咧，點算啊？Touch wood 啦，冇 wood 添。咁你打我嘴咯。我想讀嗰科收分都唔係好高嘅。讀到噶啦，你有嗰種感覺㗎，我見到。應該都係飯碟讀上去咯。咁你有冇聽過咩係初級大人？係咪啱啱畢業完 fresh grad 嗰啲？依家係一個小朋友。係。你覺得初級大人係點㗎？啱啱開始會自己煮飯咁樣。自己肯做飯，自己肯做飯。自己去旅行咯。爸爸媽媽都未批准嘅。係啊，佢哋話我18歲以上就得咯。學車。學車，呢個其實都算係大人嘅一個 standard 嚟嘅。我玩賽車 game 我會坐爆咗，可唔可以後期幫我 key 個公路炸彈喺度？你咧？翻工唔係啩？好多嘢都係第一次去做，即係學識獨立喎。一啲解決一啲問題咯。啊，初級大人可能係試錯階段咯，即係可能啱啱做嘢，但係可能會犯啲細錯咁樣。中意做小朋友多啲啊，定係大人多啲啊？咁一定係小朋友輕鬆啲咯。初級大人係啊，有自己選擇嘅權利咯。小朋友，點解嘅？因為好似無憂無慮啲，唔使擔心要賺錢自己使咁樣，想做大人多啲。因為好多嘢都可以自己決定咯。你初級大人係煮飯㗎嘛，咁中級同高級咧？慳錢。慳錢。即係依家唔慳錢嘅。係啊。揮金如土，散財童子。中級大人就係返咗一段穩定嘅工作咁樣，就揾到啲錢咁樣，之後就係 plan 去買樓啊。咁高級點算啊？買咗樓同車咯。有小朋友。 40歲就高級。完咗讀書，自己出嚟翻工開始。高級就即係可能自己已經可以有一個屋企，成家立室，跟住之後有份穩定嘅工作，係啦。生唔生小朋友？再講呢個再講。你唔好八卦人哋有乜嘢啫你，關你咩事啫？又唔係同你成家立室。我好奇下啲高級大人係點啊！我都唔係㗎。雖然 DSE 完咗之後要離開熟悉嘅朋友同同學，生活會變得好陌生，但係初級大人可以揀自己中意嘅方向發展，唔似中學咁好多嘢都冇得自己揀。想自己嘅未來跟住興趣走 VTC 幫到你。 VTC 有大概100項高級文憑啊，俾你跟住興趣同能力去升學，將自己中意嘅嘢變成專業技能。就算 DSE 成績冇5科2 ，VTC 都有基礎課程文憑，有13個專業範疇俾你跟住興趣揀，幫你打好基礎，學歷獲政府認可，等同 DSE 5科2啊，幫你升上 high 啲，為將來升上大學或者做嘢鋪路啊！嚟緊7月15至20號 VTC 中六統一收生計劃，同學可以喺網上報名或者到 VTC 院校親身報名都得。初級大人識 plan 咧，就一定係7月14號中午之前喺 VTC 嘅網上平台報定名啦。咁放榜日朝早就可以收到正式取錄通知啦。哦，咁就唔使咁騰學啦，報定先 ，Let's go！